係，大家好，我係吳兆文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。咁我本身嗰個專業訓練咧就係呢個精神科社會工作同埋中醫學。咁我係香港社會工作專科院嘅院士。咁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咧係超容易嘅氣功，叫做水火既濟功。咁先介紹下咧就係創造呢個水火既濟功嘅人物啦。咁佢係洪敦庚老師。咁洪敦庚咧佢係生於福建省嘅中醫同埋武術嘅世家，佢係福建省中醫藥大學嘅畢業生啦。咁亦都曾經做過咧福建省武術隊嘅教練嚇。咁我係喺浸會大學學中醫嘅時候咧認識洪敦庚老師嘅。咁講下咩叫水火既濟功個概念係乜咧？喺中醫學嚟講咧，我哋有所謂咧係上邊就係心火，下邊就係腎水。咁呢個係一對嚟嘅嚇。咁咧火就係溫啦，水就係寒啦嚇。咁過溫同埋過寒咧都係問題嚟嘅。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咧係心火咧就要溫腎水，腎水又要制心火喎。OK， 咁大家諗下咧就係話，如果心火唔能夠溫腎水，咁下邊咪會好寒啦。OK， 咁調翻轉頭咧，腎水唔能夠制心火，佢就變咗咧係好熱啦。咁出現個情況咧就係上熱就下寒，上實就下虛，身體就唔好噶啦嚇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點樣將佢哋上下能夠貫穿平衡？所謂水火既濟咧，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咁等陣我同大家示範下咧，呢個水火既濟功嘅係非常之容易，效果非常之好，甚至乎比而家好流行嘅八段錦更加容易。咁我唔係話八段錦唔好，八段錦都好好。不過如果大家時間太趕，又想一啲咧更加容易效果好嘅氣功咧，我都非常之推薦啦呢個水火既濟功。好，跟住教大家咧係做呢個水火既濟功嘅。咁其實咧係得6式嘅啫。咁嗰個口訣咧就係開、合、吞、吐、升、降。咁同一時間咧，你嘅呼吸咧就係吸、呼、吸、呼、吸、呼啊。咁大家跟住我做咯喎。好，咁啊，首先準備啦。咁我哋係直立，安定好之後咧可以開始。咁我首先係開左腳，開。合、吞、吐、升、降。咁再做第二次咧，就係開右腳，開、合、吞、吐、升、降，收息，二手丹田，敬禮。咁咧，因為係示範啦，咁所以我做得比較快少少嘅。咁大家熟習咗之後咧，盡量試下咧，專心啲，做慢啲，咁嘅效果會更加好啊。